好啦，今日特登咧想拍片講翻今日個 class activities。第一題題目啦，點樣 solve 呢條題目？咁記得咧有一個方法咧，就係其實可以將個負六咧，其實一個數減六等於一。咁呢個數點樣揾咧？我哋可以咁樣做嘅。4減 3x over 4呢個一級數，將個負六搬過去變加六，一加六，咁變咗7。咁然後咧，你4減 3x over 4等於7咧，你可以將呢個咧 over 4寫住先啦。其實你可以將佢咧除以4。就搬過去變成以4，咁所以呢度咧就會等於28。4減 3x 等於28，你可以做一個步驟，就係4等於28加咗 3x 先，將個減 3x 搬過去變加 3x， 然後咧將呢個加28咧就搬過嚟變減28，留翻個 3x 喺右邊。咁即係其實負24等於 3x。咁你做落去嘅時候咧，咁你會知道 x 咧其實就係負8嚟嘅。好，另一個方法點做咧？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兩邊同時乘嗰個分母嘅數，即係乘4。好啦，乘4嘅話，你要諗下個4點乘入去啦。個4乘入去呢個數，乘入呢個數。咁所以咧前面咧就會係4減 3x 個分子仍然係呢個數，但係4乘6咧你就變成減24啦，呢度等於4。咁你減24咧可以搬過嚟啦，如果加24就係28，前面仍然係4減 3x。好啦，其實個過程就同呢度一模一樣嘅，咁你可以計出嚟啦。咁你當然可以有另一啲方法去寫嘅，咁點寫咧？就係你將呢度咧諗佢係加4減 3x，咁然後你可以留翻負 3x 喺度，呢邊咧就28減4，咁其實咧就係24，咁所以 x 咧都會計到負8。咁呢度咧個分別就係你第一步，你將呢個負6搬咗過嚟。呢度第一步咧就全部乘4，咁係有兩種唔同嘅做法。好啦，睇第二題啦。第二題咧，咁有咩方法去處理咧？可以做一樣嘢就係全部乘咗佢分母嘅一個最小公倍數啦。咁呢三個數最小公倍數係8嚟嘅，咁所以咧兩邊乘8。咁兩邊乘8咧，咁你可以咁樣寫先啦。好啦，咁呢個左手邊要特別留意啦，因為你8嚟乘入呢兩個數裡面㗎嘛。咁第一個數8乘4分一係2啦，後面個數咧，咁分母係8，咁乘翻8好似冇咗分數，咁我就咁寫2x減7咧係唔得嘅。記住，因為你2x減7係成嚿數咧係一嚿嘢嚟嘅，你要當佢一個個體，呢個個體俾前面個數減，咁減成個個體嘅話咧，你要括翻住係2x減7俾人減嘅。OK，咁但係另外一邊咧就變咗4x啦。咁呢個括號好重要嘅，點解咁重要咧？因為你前面係負數，咁你減裏面一啲減嘅 term 咧，其實變咗負會變咗正數嘅。咁所以就要留意啦。其實2減 2x 呢度咧係加7嘅，記住係加7跟住4x。好啦，咁呢度會留翻2加7喺呢邊啦，即係呢邊咧就4x 加 2x 啦。個好處就係全部啲加嘅項目咧冇咁容易錯㗎嚇。咁9等於6x，咁你會計到 x 咧就係9/6，9/6咧約減就係3/2啦。咁另外一邊點做咧？有冇其他方法咧？其實有嘅。咁點做咧？我第一步我會將咧本身左邊減嘅 term 咧搬去右邊，即係嗰個減2x減7/8咧，我搬咗呢個份數過嚟呢邊變成加。咁成個份數喐咧，咁你中間呢度咧就唔使理啲正負號，你成個份數本身前面減，呢度會變翻加咯，冇問題嘅。好啦，然後做啲咩咧？就係做擴分。擴分點樣咧？即係將個分母全部變翻做呢個 LCM 8。咁4/1咧，其實可以寫成2/8。x/2咧，如果個分母要變成8咧，分子都要乘4，所以4x/8。後面嗰個數咧，唔使喐佢啊，2x減7/8。好啦，你而家咧所有數、所有項目個分母都係8嘅話咧，你下一步咧就係可以將佢全部即係個分子咧都要相等啦，所以下一步咧就可以咁寫。咁你呢邊4x加2x 6x 啦，減7搬過嚟變咗9咯，9等於6x 嘅話 ，x 都會計到3/2嘅。咁自己睇翻呢啲嘅方法啦嚇。